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上礼拜日的收假的新北市，包括到新庄、泰山的文内尊尸体重发案当中，出乎基础强的问题。一个重发案影响到的唔但抢系当地的储户，还有软钱强的工厂哦。有的工厂呢，喺30-40年前，如开喺文内尊体系的，将将起重起来变做重要的产业链。睇下只嘅呢，上下节如配合嘅规划。喺前段的时间内，如做为好一则人客，也算一则产品，也算是对新北市的经济发展咱们有贡献的。不过认真，大多数嘅呢，如是伪装的铁皮工厂，喺一个尸体重发案当中，如果天一的工厂会驶走哦，不过驶走可能会使至到万个的员工会无投入，当地嘅产业链也会断开。工厂业者如希望新北市政府提出完整嘅配套。韩国屯大家天前投入，以能让友好安心嘅驶走。因正喺规个都市计划当中，新北市政府如本人证言，做啊佢唔抽切，计划内容也唔合乎现代环境嘅需求，向下来关心。我先生是就是早期的台湾就知道，他们都是这个所谓就是他们的，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欧趣味啦，对，有欧趣有什么修理车子啊或者机械啊，那我们就是属于机械加工的，对。文内尊的工厂业者崔琴子讲到工厂的历史，顺丰拿定翕相机、丢金笔同纸笔记录等呢，是新庄沙滩的福源。也到东东地嘅同文内尊工厂业者做重要嘅产业基调。我们家是做那个显床，是机械加工的。那之前呢，大概11年前吧，我们是从三重那个集贤路那边搬过来的。对，那在那边会搬，之所以会搬过来，也是因为那边有一次重化，然后呢，所以我们就被迫搬过来这边。我看外面那一40年前到批飞本人白单赛道也来，最近自己工厂也还有认证文内尊重办案，会在高厂前。原先以为说这边可能是一个我们可以安身立命，然后员工也可以好好就业的地方。那结果没想到，竟然又要再一次经历说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因为重化案，然后我们又要被迫呢，可能又要再找下一个不确定的地点来那个生存。新庄沙滩一切同关心地方嘅发展同议题，了解到文内尊嘅情形过后，决定我哋同亚条工厂留下历史基调。这个毕竟在这边就是20-30年甚至4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不希望这一片土地的记忆就从此就又因为是开发案什么都没有留下，然后全部又这样子铲平。好，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温仔润的工作。仿调的过程里头，能够记下当地的产业的一个记录或者他们的记忆。从最近至亚地工厂用的铁皮工厂，离文内尊体系就有8000间。亚地位有安道的工厂，自然就系有亚历史原因。因为长期这边的地目，因为缺乏一个都市计划进来，或者是说来的都市计划都有问题，导致这边它长期禁限建。那禁限建意思就是说，我是农地就是农地，是建地就是建地，然后都不能做都更啊，不能做发展啊。那这种情况下面，有一个长期工厂在这边生根的一个脉络。那他们在这边，20-30年下来，就形成一个，就等于是这边它可以互相合作，一个产业的生态聚落，那大家就往这边聚集。不过认真文内尊一来就系二种建筑，无风风如有合拍的，就将会发生某个事情。新北市政府希望好好来管理，不过重发计划当中，工厂将规划太快3公顷按法的，依度嘅工厂听说会驶走。我政府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它就是说，它的工业区的政策，其实我觉得不是做得很好，
所以呢，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它有设一些工业区，但是工业区通常在一个区位很奇怪，这不可能吸引这个厂商过去那边设厂。我冇通好大啊，我冇个袂合翻嚟，冇被拆起啊。我係工廠嘅人已經漂嘅冇相干啊，但是我漂嘅冇機未去拆啊，你講為咗冇你啊？我做落去50歲，我從頭來我用緊做啊，我係工人沒有6屆啊，包括我是加工人5屆人啊，我就哪樣？我在这边已经经营了30-40年了嘛，当然我经过好几次的转型，今天才开始做的比较有局面一点，可是呢，你要重化，马上重化，你至少要把这些工厂能够顾虑它，第一员工，第二它的收入，第三它对国家外汇是不是有贡献，当然这样子的话，你就必须有一些配套措施。违章是违章没有，可是这是30-40年了，这是历史工业，你假如认为这样的话，30-40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做呢？我们还是有缴税金啊。三隻國後唔但搶係工廠員工可能會無條路，還有24新年來，很多相關產業都嚟到一塊工廠，沒可能一下子就冇得的。我们的那个就是可以跟别人比较能够竞争性的地方，再来说，我们就可以缩短，就不用说因为我们要加工这个东西，那因为它要4道程序，那我们就要送4个不同的地方，可能你要送到新竹、桃园或者林口，那这样子的交通费用来讲，再加到我们的那个加工物件的成本来讲，是非常的不划算的。但是因为温仔菌这些，我们都可以克服这些，我们不用跑这么远，这些就是说就可以在温仔菌完成这样的一个东西。面对几千間工廠同幾萬啥員工嘅想法，新北市政府也是未提供每下輔導，也是總體規劃到設置新店數點體系，提供4個微數嘅公有土地，總共有大概6.4公頃嘅地我嚟每下。基本上可以到400家到600家的工厂进驻，那这个就是我们这4笔的那个公有土地。那目前呢，第一个案子呢，已经开始有温子菌当地的工厂呢，准备要搬进去了。是那个土地已经开始在整地了，然后他们接下来很快的就会取得建造。那第一批就会有6家温子菌的工厂一起搬进去。那这些公有土地，我们所提供的协助，在公有土地方面呢，这4笔最慢在108年的秋天，厂商也就可以进驻了。不過主題也4個微數嘅土地，台北新北市政府未提供以下嘅地點，本廠商來選擇。不過實際去到現場來看，發現幾條素材根本還未準備好勢。虽然说政府有提出一些配套方案，比如说五股工业区、林口工业区以及五股乐塞山这些的配套方案，但是我们目前眼前看到就是五股山的现况。这现况就是说，上面也还是有很多铁皮工厂，而且还是很多，比如说一些建筑废弃物、废土啊，这些地方堆积在这个地方来。那政府目前都还没有说进行，我们有看到说政府在做整地这样一个动作，看起来就是缓不济急。所以我们大家就说，这个以群聚为主，比如说有相关行业了。相关行业的话，你就签在一部分，就签在这里，那很好。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们就是只是讲而没有做，我们根本也是痴痴的等待。痴痴的等待的话，简直就是说好像没有下文，所以我们现在人心惶惶，是有点怕的。新北市政府表示，五股垃圾山3億萬個元，林口工業也到體系，算係長期規劃。面對有天地市區嘅廠商，會有中期規劃提供嘅4個公有土地同部分私人嘅土地做得磨合。他们也到現地看，可能8字都還沒有一撇。我要強調說，這些本來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不是單位他們做的，這個未來也一定會做好。对，但是面臨到他們有立即需要的呢，我們還有提供其他的資源，其他的可能，至少在公有地方面我們目前預估這幾批土地加起來400家到600家是不成問題的。那我覺得我們提供的這些土地，至少可以保證，可以協助他們產業有關聯性的
上下游有关的一个工厂还是仍然在一起。虽然重划街坊数未再过修正，新北市政府每十忙媒合工厂副头办钱，不过规个街坊都方其实可能到一道素材，还唔系做到以上式，仲系模拟实际了解采提嘅第12份。比论讲，本单到重划范围都好，包含有帮年内落户、准押户，还有有名嘅画家李商朝嘅落户。好在去年李商朝落户嘅屋主3万几宗，主动提出申请做视听古迹过后，将保留下来。我想政府单位人手可能也不够吧，或许他们在整个温仔郡的一些文史调查上也不够彻底。那这个部分当然只能靠我们民间去反馈给那个政府，所以在申请的过程中，我们是主动提出来。你用当地的素材，然后你又有这种历史，它所蕴含的价值，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只有说它只有100，就是数字的那个价值，而是它可能保留了一些我们知道可以发掘过去的一些线索，或者是一些回忆，或者是一些记忆的部分。对规个事情来看，街坊数当中有一道唔合乎现推需求嘅内容，故所持久比希望新北市政府不应该将经过结案变更的方式来排除，系委托都市计划推转去重新审估、重新检讨。我觉得有2个东西要讲，一个是他说要透过个案变更，透过重划计划的修整，来把这个有争议的部分给解决。那其实老实讲啦，我们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在都市计划。就重划计划，它是受都市计划控管的。那你是前端的规划就已经问题了，这边的空间规划本身就有问题了。那你透过个案变更方式，其实只是把有声音的人我给你排除，最后这个计划坑坑巴巴，东排除一个，西排除一个，计划本身又不好。我们觉得这个只是。就是他还是想办法让这计划先过再说的一个手法了。我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说，他把这个就是重新启动通盘检讨计划，就是在明年啊，明年他按照法定程序，他其实可以在明年再重新启动通盘检讨，然后再来针对温子圳这个地方来研究说到底这个地方。它的土地使用要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配置才是最合理的？在重新检讨当中，行政院比应该会分析出现推新北市大环境同产业经济的发展情形，来明确哪都市计划当中的土地应用的来分配比例要几多位？温子圳到底这块地方它应该做什么？比方说它的工商住土地使用的比例如何配比？之前。那你应该先去思考一下，那到底新北市的它的整体的发展政策是什么？它未来的经济发展，因为城市是一定要有经济嘛，那它的经济动能到底是来自于哪一种产业？或是高科技产业，还是说这个制造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产业？那还是服务业？还是房地产？我们总是希望说，政府要加速这边的开发，但是规划的过程其实要考虑各方的。如果你全部要把它弄成住宅区，他认为那个产值比较就是价值会比较高，大家喜欢卖高级住宅，房价比较高，但是没有考虑到经济面或是产业面的需求。那就算你要让它搬走，其实应该更积极就是能够安置。所以我们是希望有配套，我们不是反对开发，我们希望有配套，但是对于人权的部分居住权的部分要做处理这样子。都市计划本单就是考虑计划体系的天比同空间的发展，来加强体系的服务机能同竞争力，达到都市的永续发展。不过，对温内圳的重划计划来看，还是用19年前的分批同内容。专家认为，新北市政府应该为提内都市推，未应该了解采天意同业者为的是乜嘅东西，限高为限卡透明又公开，提供各种嘅交通管道。总共市推行到也，为多听民众嘅意见。
唔係老老粗粗，冇就路路虎虎去硬拼來解決難題頭嘅問題。